大家平安啊！圣诞快乐！我们一起站立哦啊！线上的还有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祝说圣诞快乐，主是平安啊！圣诞快乐，主是平安哇！今天刚好是12月25日哦啊！救主圣诞的庆祝的日子，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哦。他是以马内利，就是彰显上帝慈爱与世人同在的主。以马内利，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要与我们同在。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马内利，愿主与我们同在。他名称为以马内利，愿主与我们同在。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这位主是与我们同在，彰显天上上帝的爱，要降世在我们当中来显明他长阔高深的爱。所以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哦，他是世界的真光，他启示他的救恩，他赦免人的过犯。所以我们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他来，他要光照我们。上帝借着独生爱子赏赐永恒的生命他也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哦。那不审判，但是真理会审判我们哦。他的道
我们要相信耶稣是救主，承认罪行，脱离审判，回转归向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开我们的口，开你的口来赞美，说主啊，感谢你，因为你带来救恩，带来给我盼望。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在2000多年前，你降世成为人，你彰显上帝的慈爱，你独一的爱，你那无可替换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全世界都普世欢腾，在欢庆你的降生的时候，我们在这边一同聚集。虽然外面还冷，但是我们带着火热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来赐福给我们，赞美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将平安喜乐归给敬拜你的人。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天上的上帝，大而可畏的，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啊，你将你的慈爱赏赐给世人，你的慈爱是长阔高深。主啊，让我们感受到，不论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降卑成为人，让我们感受到天父上帝那彰显出来的慈爱。你启示我们，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一条永活的道路，通天的道路，回家的道路。谢谢主，让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也让我们从你的真理要得着释放。真理里面叫我们走在神你恩典的路，而回转归向你，不至于进入到永恒灭亡的路。愿你来赐福今天早晨的敬拜，让我们进入到神你的面前，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主上帝你的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用主的话来宣告我们身心灵要得着医治，得着释放。一起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感谢主他是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可以得着他的医治、释放，还有各样的美物来供应我们。弟兄姐妹，上帝所赏赐的是全人的灵魂体所需要的，包括永恒的救恩。在我们的缺乏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向那后世百物的上帝来开口来宣告，大大张口，神就大大怎样充满你我想如果你经历过，你就知道那给我们有一个呼求的管道愿上帝来赐福我们在这几方面邀请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上个礼拜五我在分享德福的这些社区的朋友，那跟他们分享圣诞的意义圣诞的意义。那在分享完之后，我说他们看到这个神起了一道那么奇妙，我说对啊，那你们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智慧？你们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祝福？如果你们愿意，就一句一句跟我念我带领你们，然后让你们可以跟这位上帝建立连线跟他赖一下，这样在场的这些德福社区的朋友，包括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开口，他们都愿意，特别是邀请耶稣成为他们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那这是代表我们的全人我们都常常会胡思乱想，对不对？想错了，想偏了情感就受到一些的影响喜怒哀乐就彰显出来，然后就会影响到什么？我们所做的决定好跟不好
你继续要走在神恩典的道路，或是离开神恩典的道路，最后身体就会受到一些的冲击搅扰哦。所以牧师写这个耶稣主权的祷告，平常我们都可以每一天宣告：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哦，把我们的全人被上帝的恩典覆盖是被遮盖，是被保护的哦。如果在场的你有需要被祷告服侍的哦，圣经说如果有病身体有软弱的，可以请长老来为你祷告抹油祷告来祝福你那神的医治就会临到你。如果你需要，你就原地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或是你坐着，你就开口来宣告：主啊，你的赐福要临到我，你的医治要临到我。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你的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要宣告主，你的同在会带来你的医治，带来你的自由，带来你的安慰。主啊，带来你的平安，带来你所供应的丰丰富富的恩典。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要诉说神你的大能，我们要领受神你医治。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你是耶和华以勒为我们预备的。主啊，你是我们行走在你这黑暗的道路当中，你是我们的光，你是我们照亮我们生命的那真光。哈利路亚！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你是赐下百物，要让敬畏你的人能够蒙福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医治的大能也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是在住院的，或者是在软弱，在做疗程的，在长期的慢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搅扰的过程当中，神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大能从你的身宝座就赐下吧，赐下你的医治。你是耶和华以勒，是为我们预备各样美善的事物的主。主，我们要奉你的名大大张口，你就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医治我们身心灵，使我们灵魂体能够得着自由。我们将同心合的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最后我们要来为主日来守望我们在2022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个52个主日过去我们思想神如何在我们当中来掌权，神如何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兴起他的拯救、他的帮助、他的供应。我们要成为一个为这世代、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一个守望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说：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感谢主，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一个代祷者。我们为了这世代，为了牧者团队，为了我们长子团队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常常为我们自己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建立。我们为了跨年这个礼拜六刚好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所以跨年完之后隔天就是1月1号，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主日弟兄姐妹可以吗？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感恩今年的跨年祷告会有好多的见证让你想不到的，在他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主陪伴他们，牧者们陪伴他们来经历过如何经历过高山跟低谷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如果你有一些美好的见证，你都可以把它写下来。
我们也为了年底全教会的结账哦，那各部事工的报告计划我们要预备了哦。虽然明年的2月初才有这样的一个和会哦，但是我们看到1月22就过年了哦，我们在这个过年过程当中，求主来清扫我们内在这一些不属神的这一些的肮脏，这一些的不属神的污秽啊，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了成人牧区来代祷，让每一个区长，我们知道区长、小组长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过去6年来，总共有181位的这一些的成人的洗礼跟见信礼哦。或是算一算，在这过去6年哦，181位哦。那我们明年1月8号，目前报名已经有4位、5位哦。就4位成人洗跟1位的见信礼哦，我们为他们来祝福。但是人进来了，需要什么？需要牧区，需要小组长的关怀牧养哦。我们一起来牧养关怀他们，不让他们从后门溜走这样哦。我们为了这些区长、同工、小组长的热心哈，能够有这样的热忱。我们为了同工能够彼此有这个属灵家长的被建立、被栽培。我们也为了主能够兴起更多这些的弟兄。过去说，哎呀，这妇女更热心嘛，最热心嘛。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热心哦。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站立，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守望，来祷告，为牧师来祷告，让主的话语能够扎心，让主的话语能够赐福我们。谢谢主，谢谢主，开你的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赐福给我们有属灵的权柄，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支取你属天的能力，我们要对付这一个世代不属神的这些的权柄。我们奉你的名来捆绑，在地上捆绑，在天上要捆绑，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能够祝福神，你就赐福下来。谢谢主，谢谢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与你的教会同在，圣灵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掌管万有、赐下万有的权柄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宣告说，天上地下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你也赐下这样权柄，叫我们在地上捆绑的，你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透过敬爱你的儿女们，领受你属天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地上来成全，来祝福，让人遇见你，让人领受属天的盼望跟平安。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早晨的代祷，愿你赐下你的全能，愿你赐下你的恩典，你的平安，透过你的教会，透过我们弟兄姐妹开口来宣告，宣告你的同在，宣告你的医治，宣告你的平安，宣告你的供应。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要一起来经历神你属天的丰盛。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要点燃中间的蜡烛，中间的蜡烛代表基督之烛，它是在提醒你我，基督是圣诞故事的中心。中央的白色蜡烛
是代表基督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真光，所以全世界普天同庆，这是欢乐庆祝的时候。基督与我们同在，他赐给我们盼望，赐给我们慈爱，赐给我们喜乐，还有他的和平。他完成了预言，救主已经降临在你我当中了。我们要一起来感谢，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降生，普世欢腾；因着你的降生，全民有盼望；因着你的降生，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因着你的降生，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交托，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着永恒的安息，永恒的平安。谢谢主，我们预备来朝见你，来敬拜你。愿你的灵充满在你的教会。接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的教会，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说，靠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我们一起齐声宣扬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来做预备，成为我们的救世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鼓掌拍手。耶稣降生，普天同庆，2000年前，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天使天君报好消息。从头再来，耶稣降生，普天同庆，2000年前，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天使天君报好消息，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宣告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使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我们从头再来唱一遍，哈利路亚。耶稣降生，普天同庆，2000年前，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天使天君。报好消息，让我们一起来，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嘿，宣告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使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让我们一起宣扬，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宣告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使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再一次，
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跟你旁边说，祝你圣诞快乐。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救世主。是的，主，谢谢你。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坐下来。主啊，你赐下耶稣成我们的礼物，使我们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我们仍然可以以火热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赐下耶稣来到这世上，成我们的拯救，使我们的脸上再次有了笑容。这是我们最美的礼物。谢主，谢谢你。绿色树下堆满礼物，彩色卡片围绕火炉，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音符画出。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差遣爱子为宝贵救赎，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就是主耶稣基督。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哈利路亚！是主，你是我们最美的礼物。我们这一生当中最棒的就是能够来认识你，因为有主你的同在，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这永恒的应许。绿色树下堆满礼物，彩色卡片围绕火炉，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音符画出。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差遣爱子为宝贵救赎，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就是主耶稣基督。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再一次，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一起来拍手，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哈利路亚！是的，主。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在这永恒的应许，在
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哈利路亚，是主，我们在圣诞节的喜乐，是因为我们有最美的礼物——耶稣基督。主啊，你来到世上，让我们得以见到你的容面，使我们的灵安静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的灵降服在你的面前，因为主，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知道你就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的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的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将一切交托给主。哈利路亚，将你的软弱交托给主，因为主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让我的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的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的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的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
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再次向神来呼唤，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要见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得见你的面。我们知道过去要见你的面，可能是要面对生命的结束。今天你预定我们见你的面，是要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所带来的安息，带来的释放，带来的自由。谢谢主，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心满意足。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因为你的同在，就带来我们对未来有盼望。谢谢耶稣，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愿你来赐福。透过你的真理教导我们脱离审判的危机，也让我们进入到你恩典的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OK， 我们不知道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要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好，今天是我们欢庆救主降生的圣诞赞美礼拜主日礼拜。那我们欢庆主基督降临，基督是真光要照亮我们世人所以我们透过我们能够成为上帝要施恩赐福的管道。
子我们1月8号会举行明年度的第一次的圣礼典，那要受洗报名的到今天截止，目前我们有4位的成人洗礼，还有1位的坚信礼愿主来赐福。我们迦南之声会从1月2号开始有全新的背景音乐这个经过，那帮助我们每一天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看到这个影片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播放但是就是每一天有不同的主题当中我们锁定，我们来一起那个监听发掘隐藏在音乐背后里面的故事可以参加抽奖那我们12点今天12点会在教会1楼有举行圣诞欢乐颂的开箱活动最后的一天最后一天也是哇礼物最大最精彩的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来参加。那我们2022年度的这个奉献我们请如果用信用卡的，请在今天如果用现金的，可以到12月30号截止那因为要开奉献证明，那也鼓励大家你可以签那个授权书，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在报税的时候连线国税局，这样这个就不用拿到有没有拿到这个奉献证明来伤脑筋所以我们可以在楼下1楼有一个电脑，旁边有那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就你可以签授权那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连线国税局。好，我们迦南好声音的第3期也即将要开始从2023年1月这个好小字1月13号到3月17那我们有很多年轻人报名如果你觉得有人说牧师你的声音还不错听我说你常常来唱牧师我们在神学院有修过声乐声乐，那我们既然自己教会也有这个老师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好，那我们可以扫描 QR code 来报名我们这一段时间也预备我们在明年4月的亲子礼拜，说我们有一系列活动请我们老师来那带领这些小朋友我们有爱宝贝传说这样的一个营会活动，即将在冬令营开始我们也透过这些活动，透过冬令营来帮助这些小朋友能够遇见主请我们看我们已经有提早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报名那让你的孙子孩子都可以及早来报名，我们的名额就有限好，我们在12月31号，就是这个礼拜6我们有10点半晚上礼拜6的晚上10点半到凌晨的0点10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举行今年度的跨年祷告会请我们一起来参加如果你过去没有参加过，今年一定要来有很多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见证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约翰福音12章46节，再一次，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在黑暗里。约翰福音12章46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向主献上过去1年来怎么样保守看顾我们，新的1年祈求他的同在，他的赐福。献上感恩的心归给
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则已得刚强，贫穷则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则已得刚强，贫穷则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悲救赎创造我们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在你丰盛的供应中，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缺。主，我们谢谢你。今年即将过去，回想2022年，数算主的恩典，我们内心真的是充满了感谢与感恩。无论是经过高山或是低谷，主都有你的看顾，都有主你恩手的保护。主，我们谢谢你。现在我们将个人劳碌所得，甘心乐意的摆上，为主的事工以及福音的拓展所用，求主欢喜悦纳，也求主保守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在2023年开始，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主所喜悦的事，走在主你恩典的道路上不偏离。主，我们谢谢你，再次献上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主是平安，平安蒙福。主是你平安，能够平安的蒙福，这是最重要，因为平安就是上帝所赐的福哦。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章25到35节。路加福音第2章25到35节。我们线上还有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一起来宣告说：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他是敬畏上帝的义人，一向盼望以色列得到拯救，圣灵与他同在。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离世以前会看见主所应许的基督。由于圣灵的感动，他来到圣殿。这时候，耶稣的父母刚抱着孩子耶稣进来，要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事。西面把孩子抱在怀里，颂赞上帝说：主啊，你已实现了你的应许，如今可让你的仆人平安归去。我已亲眼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他要成为启示外邦的亮光，成为你子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对西面所说关于孩子的事觉得惊讶，西面给他们祝福，并向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上帝拣选，
是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灭亡，许多人得救。他要成为许多人毁谤的对象，并因此揭露了这些人心底的意念。忧伤要像利剑刺透你的心。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都需要主的光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你知道我们因着罪活在黑暗当中，有时候我们无法脱困，只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扶持，需要你的带领。你的话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在神你的光中。启示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蒙福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圣诞快乐，主是平安。我们再一次跟你的旁边说：圣诞快乐，主是平安。圣诞快乐哦，是快乐还是因着很多人因着耶稣来被刺伤，或者是面对这些的审判呢？透过西面他所讲的，你是属于可以得救的，还是你依然是沉浸在那种黑暗当中，无法脱困呢？弟兄姐妹，上个礼拜一凌晨，不知道有多少人观看这场世纪的冠军赛这有没有谁？都好像有我们3个父子我在客厅，他们自己在房间看没有你在睡觉不是那个冠军完，他突然从房间出来，我以为他在看这样就是忙了主日之后那个星期我就休息嘛，凌晨2点是世足的冠军赛在卡达。那我们如果有观看的，哇，那很戏剧性，你知道吗？刚开始这个阿根廷以2-0，对不对？然后后来又被追平了，然后3-2，然后后来在快要结束了，快要坚持要结束的时候，怎样？要被踢平了，3-3，直到最后延长赛最后还是怎样？还是3-3，所以要怎样？PK 嘛，对不对？每一队就5球那我们知道阿根廷首先由谁踢梅西哇，大家都注目看这个球王这个风云人物可不可以一球就进网结果就进了然后就你来我往，结果呢，后来法国队他们2位没有进了，就最终阿根廷就以4-2来战胜法国拿下睽违36年的这个金杯那这个是他们队上史上第3座的这个大力神杯那我们看到这个梅西他在得到冠军之后他就吻着这个金杯他很高兴了，他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所以他每次进球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动作，就是将荣耀归给上帝，也思念他的外婆他的外婆可说是鼓励他，然后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粉丝跟鼓励者那我们看到他一贯的保持就是进球，就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位上帝那虽然我们知道他是天主教徒，但是他的信仰跟我们一样，同样是信靠这位上帝等一下我们再来说他的故事他们的队上曾经陷入到这样的一个低潮，我们还记得吗？第一场他们跟谁比赛这个黄牧师有讲嘛，对不对？跟谁沙烏地阿拉伯真的是很弱的结果呢，
结果第一场就输了哦。但是我们看到他输啊赢哦，所以我们的人生是输啊赢还是赢输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因为这场输了啊，第一场输了，也激励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感。到最后，我们看到拿到了4年一次的世界冠军。结果我们透过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有输有赢。昨天那一场你输了吗？还是你赢了？昨天礼拜6的晚上的这个礼拜啊，他们有交换礼物。有人换到了，我拿出那么多，但是换到的是，哎呀，那怎么是这个这样哦？哇，感谢主，我换到了哦，这个是我需要，我在想说刚好要换把我的浴巾换掉啊，结果就拿到了，有一个水杯哦，还有一条浴巾哦，我昨天晚上就使用了，很棒哈，是哦，你可以赢得你所需要的，或者是说我拿到的就是我不想要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哦，特别是如果我们正在那种软弱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特别是你夜晚起来你要上厕所哦，你需要点一个什么亮光哦。我在我那个衣橱旁边那个插头就晚上就插了一个，它有十字架的这个小夜灯哦，还不错哦。就是你夜晚起来你可能要上厕所的时候，你就不至于被黑暗中的这个障碍物所绊倒哦。那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需要主的亮光。中间再考试一下，复习一下，中间那一支蜡烛代表什么？基督是什么？跟你旁边说，基督是世上的光哦，基督是世上的光，基督是世上的光。透过圣诞节，我们知道外面的人都知道这个节庆是属于什么？教会的节庆。但是你要告诉他们错了，这个节庆是属于全民的，因为他来是为了谁？不是只有为了教会，你们这些教会的人呢？你要告诉他，这个节庆也是属于你的，你知道吗？你可以成为你的节日，就是这个节庆，耶稣来是为着你来。跟你的旁边说，耶稣是为你而来。所以耶稣既然是为我们而来，表示说我们可以拥有这样一个权利，可以让我们进入到什么？上帝的救恩里面，进入到他的同在，进入到他的供应，进入到他的医治，对不对？我们的干事昨天很多人为他祷告因为急性肠胃炎，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了嘛。今天有在这边这个做礼拜感谢主。就因为你的祷告他自己能够领受上帝的医治嘛。弟兄姐妹，耶稣为你而来，耶稣他给你的是什么？很丰富的，知道吗？好，所以他光照我们，他引导我们，他赐福我们，他医治我们。还有没有？你觉得这位神是怎样很丰富的哦。牧师常常在祷告当中，尼希米他所遇见的这位主，这位上帝是什么？天上的上帝。过来呢，大而可畏的上帝。过来呢，守约施慈爱。来念一遍，来，天上的上帝就是掌管万有的，独一大的了。第二个，大而可畏的，我们需要敬畏他，对不对？他是圣洁的，我们要用分别为圣。第三个，守约施慈爱，白话就是说到做到。这位上帝是答应你的，说到做到。700多年前，我们如果用我们现在来算，2700多年前，2700多年前他说到，然后在我们2000多年前就做到。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书，这耶稣降生是应验了先知怎么样，或者是成就了
应验了，成就了先知所讲的话。经过多久？700多年。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上帝是说到做到的，来帮助我们。他要照亮，不只是在圣经世界的西布伦，或者是这一些的沿海的地区的这些百姓。为什么要照亮他们？等一下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什么？世上的光。他说我是世上的光。那为什么叫我们说你是世上的光？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哦。所以我们来看，透过今天这样的一段的故事，或者是透过梅西他在小时候他所面对的这一些的困境，或者是我们看到阿根廷队他们第一场就输了，他们面对了什么样的一个困境？今天你我们的教会、你的家庭、你的个人面对了什么样的困境？你到底你的内心是在等待什么？你期待新的一年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作为？你期待上帝在新的一年在你的身体上有什么作为？在你所做的、你所办的、你所经手的，上帝要透过他的恩典要赏赐给你，你在期待什么？今天我们看到一位老人家，一位年长者，他在心里面期待，他在期待什么？以色列能够得着拯救。这是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所期待，要期待有一位弥赛亚，一位救世主要临到他们，因为他们长期被打压，希望有一位救主能够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脱离这些的强国，特别是当时候他们要面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位弥赛亚骑着战马，然后进入到耶路撒冷，然后带领他们脱离什么？脱离罗马帝国，能够得到自由。就好像期待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台湾能够怎么样？我有听到的，你们都不敢讲吗？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独立主权的国家，但是我们就常常被欺压。你知道我们内心那种，我们一讲一句话，我们看到对岸就好像在恐吓威胁我们。我们长期活在那种好像被看不起的这一些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这些人就是这样，我们真的很想自由，很想独立，但是他长期可能过去被波斯、被这些列强、被这些帝国所打压，让他们抬不起头来。所以他们盼望有一位拯救者要临到他们，来帮助他们。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我们台湾期待的是什么？你个人期待的是什么？你的家庭期待又是什么？可以从你的黑暗当中走出来吗？从你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吗？我们真的很想从你自己的病痛当中，哇，我可以得着医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有一位敬畏的敬虔的义人，表示他跟上帝的关系很好，他常常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祷告当中可以跟上帝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亲密的连结。我们可以从经文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还有一段我们刚才读的经句耶稣来到世上，他说他是光，相信他的人不在黑暗里。他讲的这一句话表示，当时候其实有好多人相不相信他？不相信啊！还有他的门徒跟随他，人说你是谁？那我说你是谁？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谁？最后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你对了，你说的就对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他，不接纳他，甚至我们看到最后耶稣是用什么样的罪名被钉在十字架上？什么？犹太人的王。用这个罪名你亵渎上帝，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审判官都说我查没有他的罪，你们为什么要钉他？你们钉他，
洗手表示与我无关，是你们的罪。所以耶稣来说我是谁？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相信。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这段经文看到，上帝过去透过他的这些的礼仪，他所设立的制度，让这些人满怀期待，能够期待有一位救世主来降临。我们透过亚伯拉罕，透过历代这些以色列人的族长，来带我们看到这个救恩。我们看到过去一直在读这些救恩的历史。我们1月1号开始要看以斯帖，在乱世当中，神的救恩是如何兴起，里面好像都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但实际上，上帝就是透过这些的过程当中，透过大自然，透过人事物，在我们当中来掌权。所以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盼望。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心里也是在期待。也在期待以赛亚，期待这些先知们口中所出的预言，透过这些的先知书里面，告诉他们有一位救主要来，要释放他们，帮助他们脱离他们的劳苦重担。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在那个被掳在400年的这个苦难当中，上帝拣选，透过摩西带领，透过这一些历世历代的这一些的以色列人，透过这一些的人，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上个礼拜我们又看到，当他们来亲近神，用上帝的话回转归向他的时候，尼希米回国述职，然后回来，经过了可能8年10年，他们又回复到老本样。所以我们从摩西的礼仪，我们看到这个婴孩跟旧制度的关系。我们看到西面抱的这个婴孩，别人不知道他是救主，但是这个老人家，这个长者，他敬虔，他跟上帝的关系好啊，所以圣灵就告诉他这位是谁。今天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这位耶稣是真正的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者，可以帮助你透过释放劳苦重担。我们一起来读来。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你要在我们看到梅西好像很风光哦。那其实他小时候，他从3岁开始他就踢球。他的外祖母是成为他很棒的一个鼓励者跟粉丝哦。在有一次，他带着他的他的外婆带着他去观看一场比赛，然后刚好那个队伍里面有一个小队员就怎样没有来，所以他的外祖母就告诉这个教练说：“拜托拜托哦，让我的如果缺一个嘛，让我的孙子上场啊！”一直拜托，到最后怎样？这个年仅4岁的这个梅西他一抢到球，他就勇往直前，最后他就进了2球。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启了他的足球梦、足球人生。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外祖母成为他很棒的一个助力、鼓励者。但是在他大概11岁有资料写说，他11岁的时候，他的外祖母过世了，对他来讲是一大的打击。另外一个一大的打击就是他被诊断出什么？侏儒症，就是长不大可能身高最终可能要停留在多少公分，你知道吗？我175.7不知道有没有老豆给我们在那他如果侏儒症这样最高大概听说大概140公分140公分，那以后怎么踢球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在
他的困苦当中哦，后来他也一直打什么那种生长激素哦。那在整个过程，他面临这样的一个需要被解决，或者是他心里面因为他的祖母哦，他的外祖母过世，其实亲人的过世，特别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哦，最近丧失了他的至亲，很难过了哦，很难过，没有办法啊一下子走出来。他也是一样，还有就是他自己身体的状况啊，我一生就是这样吗？你知道牧师小时候国中的时候，人家也笑我妈妈说：“你儿子怎么长得那么矮？”所以我会感同身受梅西的这样的内心，对不对？今天牧师长得这样的高度还可以吧？可以吗？差不多了哈，可以哈。你知道国中的时候，人家笑我妈妈，你儿子怎么长得那么矮，长不高？我妈妈就做什么？不是拼命给我补，祷告。主啊，人家说我儿子长不高，你给他长高好吗？不是饲我后路肥好不好？较早那个后路肥对吧？哦，我们看到面对这样的一个西面的陈述，他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正需要的就是从劳苦担重担当中来释放。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从前上帝使西布伦、拿弗他利这些的地被藐视，是因为他们长期受到这些外族的压迫。还有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一个被欺压，然后被藐视。所以圣经有告诉我们说，外邦的加利利，他们希望得到上帝的光照，得到荣耀。所以刚刚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那坐在黑暗当中的百姓，就是他们在那种困苦，特别是耶稣也指出了这个地区的人，他们过去他们受到亚述，他们受到外族的这样的统治，苦害是最严重的。所以以马内利临到这个最严重的，在那些受苦的人当中，是他们的期待。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有光要照他们，就是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曙光要带领他们能够走出他们的黑暗。外邦人的加利利，是我们看到从希伯来人他们的观点角度来看，长期受到蹂躏，面对劳苦担重担。弟兄姐妹，如果用意象来看，我们是不是长期在这种被欺压、被黑暗权势所欺压的这一些的苦境当中？哎呦，我的病痛为什么没有办法能够痊愈？我为什么要这么样台语讲拖磨啊？劳苦重担。今天我们充满了人生的劳苦重担吗？有好多这些没有办法去面对解决的。有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是束手无策，我们要常常面对这些的经济上的、身体上的、内在心灵上的这些的劳苦。耶稣来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就好像我们内心等待有一个出路。我常常问这些年长者哦，你怕不怕死啊？你对生命的这些未来你怎么办呢？牧师会用比较幽默的跟他们谈啊。礼拜我也是跟他们谈啊，对不对？谈到你的未来的出路要何去何从，你知道吗？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崔文长老那一区去日照，也是跟他们聊耶稣来，但是他为什么来？他是要帮助我们去，他来就是要帮助我们去的路往哪里生。牧师常常在跟他们对话，民间宗教信仰就停留在那六道轮回，对不对？如果常常听牧师讲到，应该你会背起来，对不对？
哪6道？不知道。天道，来念一遍来，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是属于可能冥界一般啊。过来什么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啊，到底哪一道？很多人都说不知道。孔子他知不知道？也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他也不知道。苏格拉底，西方的智者，知不知道？他说我也不知道。所以到底你知不知道？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细微对比，知道吗？你们比孔子还厉害，你知道吗？为什么知道？耶稣告诉我，我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嘛。西面知不知道？所以他才对死亡没有那么惧怕。我们一起来念来，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可以让我安然去死了，你知道吗？我可以死得很平安。人对死亡是有禁忌的，但是以色列人其实西面在反映长者的一句话。西面跟亚拿他们都是年纪大了，这也是反映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面对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何去何从？我要去哪里呀？我要回家，回哪一个家？我要走路走上哪一条路？所以我们看到，对于信主的人，死亡不是结束，不是灭亡，而是一个永恒、一个生命的起点，一个开始。阿们吗？所以耶稣来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我再来接你们回。所以你们不用烦恼，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你们未来的出路，好吗？”所以西面它内在在反映出所有的长者，但是我告诉你棺材不是底啥，不是底老人尔啦。棺木里面是装着每一个人啊，不管是年轻啊，或者是年长啊，人都不能够去脱离这样的一个命定哦。但是上帝借着他的慈爱，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命运，让我们进入到永恒的一条路。好，所以这个心里的期待是什么？我常常听到好多这些年长者最近我知道我们一些年长者身体真的很越来越衰弱但是他们有预备，牧师啊，上帝为什么不就接我去了？然后第二个期待就是说我会当喝啊，讲较迄个讲喝戏啊，好像睡着一样这是一般人的期待，你知道吗？这好能够很平安的归去，很平安的回家啦。这是也是在当时候西面所要反映的人的内在的一个期待。他们盼望得着一个永恒的出路，所以当西面被圣灵感动，抱着耶稣，他知道这位是救主，我看见了，我遇见了他，我心满意足，可以怎样死而无憾。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在基督里面要应许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第1章。一开头那边就提醒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好多的这一些的书信里面就一直提到说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来认识到他是那位拯救者。所以西面抱着耶稣，他受到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吗？耶稣离世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他赐下了什么？圣灵要与我们同在。你看，最近我在面谈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洗我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就分享，然后说因为圣灵在感动我，因为圣灵感动，所以让我依靠他的时候，我在我所做的，真的，我可能在我先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上转型上很顺利，
所以他跟我分享说，他有圣灵来感动他。先生陪他来面谈，陪他回去，在路程当中，我就接到消息说，先生也要受洗啊。感谢主，因为他看到牧师常常捡那个神奇的道刀，真的很奇妙，真的很奇妙。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什么？耶稣是主在变哦。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如果没有圣灵感动，西面不会说让仆人安然的去死吧？明白吗？因为有圣灵的感动启示，他要离世之前，他会看到这位救主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祈求圣灵来感动我们，不是感动我可以安然去世了，好不好？感动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话，感动我们明白他的话是多么的奇妙，可以帮助我们，帮助你所领受的圣灵来启示这位救主在你生命中的帮助哦。我们看到，当他受圣灵感动，他就进入到圣殿，然后遇到婴孩耶稣，然后抱着他，然后为他祷告。这个祷告是很有名的，叫西面颂。所以我们看到，在面对过程当中，神就应许让他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安息。每一次在告别礼拜，我们都会写的四个字，什么？安息主怀。我们确信安息在主的怀抱里面。我们确信，当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主来接我们。所以牧师很多这一些的经验，就弟兄姐妹一临终的时候，第一时间，大部分因为有一些可能他比较慢通知但是我们都看到这些弟兄姐妹是很平安的，好像睡着的。因为神的同在，因为遇见主，所以我们心里面可以得到安息其实，在2009年2000年9月梅西还在阿根廷罗萨里奥踢球的时候，那他被这个巴塞隆纳的球探雷萨奇瞧见，看到这个人在他的未来大有可为。所以他跟梅西的父亲恳谈之后，因为那时候梅西他要面对侏儒症，他也有很大笔的费用医疗支出，所以雷萨奇他看到这个孩子的未来，所以当下他就愿意怎么样？愿意支付了以后他的昂贵的医疗费用。如果有参加昨天的这个周六礼拜。牧师有讲到一个他拿到一个餐巾纸其实这个球探就临时拿了一张餐巾纸起来，然后就在那张餐巾纸上写什么？写下合约跟他签合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面对他外祖母的去世，他面对他自己身体上的侏儒症，没有办法长高，影响他的未来。但是因为那纸合约，因为这样的一个支付，可以让他，我们看到梅西也后来长得蛮高的嘛，对不对？我们看到他能够成为这个世界所瞩目的这个风云人物但是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看到西面抱着耶稣，然后他称颂神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其实，在孔子有讲过一句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夕死可矣，就是意思他就说明白早上明白仁义之道，晚上可以为他死去也可以去死也可以这样但是孔子不但明白，但是我们看到基督徒，我们心里所思想的，我们的信念就是说，我遇见
主的救恩，我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这个死亡、生命的结束的那一刻。西面受到感动，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西面颂被后来教会流传的一个很流传的一首诗歌他的祷告成为一首颂歌这样。那我们有基督，我们才能够拥有什么？一条出路。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弟兄们，既然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耶稣他为我们预备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为了我们预备这条路，谁可以走啊？谁可以去啊？今天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来。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今天耶稣来光照我们，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原来你是我们生命的唯一的依靠、救主。所以我们抓住，我们当然能够成为什么？光明之子，成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特权，做什么？上帝的儿女。只有上帝的儿女这样的身份，有一天才能够回家，走这条恩典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谨守。所以耶稣为我们死，他也要叫我们与他同活。这是做光明之子的。还有就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还有呢，我们一起来读来。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做出来好行为，是要叫这些世人因着看见教会的人、信主的人，能够行出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动机跟耶稣之前讲的说，你们做好事不要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右手不要让左手知道不是互相矛盾吗？是不是？其实是动机的问题。如果你今天是为了自己荣耀自己，那你不要让左右手知道。如果你是今天要为了荣耀上帝的名，你坐在人面前，就是要彰显，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那你们要尽力的做，好好的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效法他，我们要学习他，我们要成为照亮我们的家人，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桌上，能够照亮一家人。弟兄姐妹，你可以成为你家人的祝福吗？你今天因为信主，你可以成为家人祝福吗？是因为上帝照亮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人得救，全家怎样得救？是要给你有一个盼望，一个意向，因着你，今天你被拯救了，今天上帝要光照你，透过你成为你家庭，成为你的社区，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祝福，成为每一个跟你接触的人有机会看到你身上所彰显出来的好行为。我们在周五的鼓舞班小组组长的训练的时候，就是开始分享说，对我要尽量忍，因为家人还没有信主，那我信耶稣了，我就是要不能够像过去这样，啪一下子就脾气出来。所以孩子就看，妈妈有改变哦，过去不是这样，但是因了信了耶稣之后不一样的，这就是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活出这样美好的见证来。我们看到，我们相信基督是世上的真光嘛？你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他可以照亮你的生命
但是不要停留在这边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第二个，要活出光明之子的见证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兴起来，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耶稣的代表哦，进入到这个社群，进入到世界哦。我们要来看哦，我昨天就是简单的做了这个影片短片哦，就我们摆了摊，我说可惜啦，昨天下午这样就结束了，可惜。今天你进来1楼还有没有摊车？有哈，这都是义卖好吗？啊。我们有自己做的作品，还有一些的梅后曼他们做的。我们为了这些义卖，就是归给他们有需要的人，好吗？不要再让他们把东西带回去了，祝福他们。你有的你就祝福他们，好吧？好，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了。有声音吗？这个用手机做就比较小哦。有没有开放给许多这些的单位哈来？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我们看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分别他们的时间哦。这些小组的人，他们也愿意把他们手所做的能够奉献出来哈。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弟兄姐妹，你可以因着你的付出，让神的荣耀充满，让神的荣耀被传颂。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上帝的话哈。西面说：“我遇见主面，我就真的心满意足了。”你呢？安静在你面前。愿主的圣灵也感动我们，深知主与你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的。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从头来。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你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为与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你要见你的荣耀，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
求主的荣耀充满与你同在，来，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荣耀同在，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荣耀同在，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的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地要见你的荣耀，让我的见你的容颜，为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也要见你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西面见到你的面，他就心满意足。他对上帝说：“我可以平安的回去了。”主啊，你来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出路，能够平安，有一天平安的安返天家，释放我们的劳苦重担。但是也有一些没有相信的人，不接受你的人，他们面对西面所讲的，他们要面对这样的审判。主，你来不是要审判，你来就是要定义，要拯救，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回家的路，通天的路，是恩典之路。求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所做的能够使人来更多的认识你，使用我们在这世代成为你施恩的管道。借着我们所做的好行为，要来彰显上帝你的荣耀。愿你赐福，让我们更多的资源能够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死亡的权势，为我们预备恩典之路的主，将这样的福分赐给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天父上帝用你的慈爱继续来保护看顾我们，出入平安，平安蒙福。愿主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遇见主，我们要领受主的恩典，领受主的同在，释放我们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我们就可以得着永恒的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一起来拍手。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在马槽里，天使天军，天使天军，报好消息，报好消息，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宣告大好的消息。
耶稣降生在世上，使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祝你圣诞快乐。跟你的旁边说，祝你圣诞快乐啊！祝你主事平安。我们请坐哦，我们的礼拜都到这边，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